今日我想同大家傾一個好多人關心嘅話題 ：AI 越嚟越犀利，翻譯軟件越嚟越準，咁仲係唔係需要學廣東話呢？我會同大家分享3個理由，點解我認為 AI 永遠唔可以取代學語言。但係我仲會同你哋講埋點解 AI 可能反而會幫更多人學廣東話，係咪好矛盾呢？繼續睇落去啦。首先，我要承認一樣嘢 ，AI 翻譯工具而家真係越嚟越犀利，我自己都有用㗎。有時我嘅 WhatsApp 群組入面，大家打字打得好快，仲要用俗語，仲有好多字我睇唔明。嗰時 AI 幫到我好大忙㗎。而家你甚至可以對住部手機講廣東話，佢即刻翻譯成英文。明明幾年前嗰啲嘢仲係科幻片入面先有㗎，而家已經變真。如果咁樣，咁學廣東話仲有咩用呢？第一個原因，語言係關於人與人之間嘅聯繫 ，AI 永遠替代唔到。我請大家諗一個情景，你去茶餐廳食早餐，想叫一杯凍奶茶，你覺得揸住部手機，但 AI 翻譯完再播個機器聲音出嚟，會係同一個感覺咩？梗係唔係啦。但係如果你用自己把口講一杯凍奶茶唔該，佢即刻眼神就唔同啦。佢可能會笑笑口講：哇，你識講廣東話㗎？然後大家傾兩句，嗰種人與人嘅溫暖 ，AI 永遠俾唔到你㗎。我自己最深刻嘅經歷就係有次我去街市買餸，用廣東話同阿姐講嗰條魚新唔新鮮㗎？佢即刻話：哇，你嘅廣東話幾好喎！然後專登揀條靚嘅俾我，仲送多條俾我添。哇，買一送一，好大喎！嗰種交流，嗰種開心，你用 AI 永遠唔會有㗎。第二個原因。學語言係真正吸收文化嘅唯一方法。老實講 ，AI 而家已經可以幾完美咁翻譯廣東話嘅微妙之處。例如唔好意思呢個詞 ，AI 可以解釋到佢同 sorry 或者 embarrassing 嘅唔同，甚至可以解釋埋廣東話嘅語氣助詞啦、加、和、咯背後嘅感情色彩。技術上嚟講，佢越嚟越犀利，但係問題係知道同吸收係兩回事。我舉個例，你可以用 AI 解釋食得鹹魚抵得渴呢個成語嘅意思，但係如果你唔係自己學過、自己用過、自己用錯過再俾人糾正過，嗰個概念就永遠唔會真正屬於你㗎。你讀一個解釋3分鐘後就唔記得咗啦。你親身經歷過就一世都記得。學語言就係咁樣 ，AI 可以俾你信息，但係俾唔到你經歷。而文化理解係需要經歷㗎。第3個原因就係學廣東話俾你加入咗一個好特別嘅俱樂部，呢個 AI 永遠做唔到。講真，好少外國人識講廣東話，咁代表啲咩呢？代表如果你真係學到，你就加入咗一個好細、好獨特嘅俱樂部，而香港人真係珍惜你㗎。我自己嘅經歷就係，當香港人發現我識講廣東話，佢哋對我嘅態度係完全唔同，唔係淨係你好犀利咁簡單，係一種你係自己人嘅感覺。佢哋會用廣東話同我講多咗嘢，分享多咗，甚至請我食嘢。嗰種被接納嘅感覺係 AI 永遠俾唔到你㗎。你揸住部手機用 AI 翻譯，你永遠都係外人。但係當你用自己把口講廣東話，你就變咗尊重佢哋嘅文化，係自己人咯。但係講到呢度，我想講一樣我覺得好多人忽略咗嘅嘢。大家記唔記得我之前條片講過
學廣東話其中一個最大嘅問題就係資源太少，好難揾好嘅教材，好難揾人練習。呢個就係 AI 大顯身手嘅地方啦。而家 AI 可以做到一啲以前根本冇可能嘅嘢，例如第一，你可以每24小時同 AI 練習廣東話㗎。以前你要揾個 language exchange partner， 而家你隨時都可以揾到。第二， AI 可以即時同你解釋廣東話嘅用法同文法。以前你可能要等到下個星期嘅堂先揾到老師，而家即刻就有答案。第三， AI 可以幫你將書面語轉成口語。大家都知道廣東話嘅講寫分歧係幾令外國人頭痕㗎，而家 AI 就可以幫你搞掂。其實我覺得 AI 對廣東話學習嘅幫助可能仲大過其他語言。點解呢？因為其他大語言，例如法文、西班牙文、普通話，已經有好多資源，但係廣東話之前係最缺資源嘅，所以 AI 填補咗一個好大嘅空缺。最後，我想講一樣我覺得好重要嘅嘢，其實學廣東話嘅人基本上都係出於愛善學㗎，唔似學法文或者普通話。冇咁多人係因為需要先學廣東話㗎，大部分人係因為鍾意香港嘅文化，或者有個講廣東話嘅另一半，或者同另一半嘅屋企人溝通，咁佢哋梗係唔識英文啦。呢啲就係愛咯。呢啲人已經有咗動力，佢哋欠嘅就係好嘅渠道。AI 就俾咗佢哋呢個渠道，所以我覺得AI 唔會令少咗人學廣東話，反而可能會多咗。總結嚟講，我對呢個話題嘅睇法係咁嘅：一、AI 翻譯工具的確越嚟越犀利，呢點我唔會否認。二、學語言係關於人與人嘅聯繫，呢個 AI 永遠替代唔到。三、AI 可以俾你信息，但係俾唔到你經歷，而文化理解係需要經歷㗎。四、學廣東話俾你加入咗一個特別嘅俱樂部，被香港人接納做自己人。五、同埋 AI 反而可能會幫更多人學廣東話，因為佢解決咗資源不足嘅問題。所以啦，唔好擔心，廣東話唔會死㗎，學廣東話嘅人只會越嚟越多。我好想聽下你哋嘅意見，你有冇用過 AI 學語言呢？你覺得有冇用呢？或者你係香港人，你覺得 AI 會唔會影響廣東話嘅未來呢？記得喺下面留言話俾我知啊！如果你鍾意呢條片，記得俾我 like、subscribe 我，仲有撳埋個鐘仔啦！下次見。